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再次嚟到我哋呢個12300萬嘅特輯。咁咧，大家見到我着到街坊裝咁咧，咁其實我真係行路過嚟嘅，我屋企喺附近嘅啫。咁我哋今日為大家將會介紹咧，就係位於我哋 Richmond 嘅一個其中一個 listing 啦，咁就叫價200零萬呢個 price range。咁個地址咧係3420嘅 Lockhart Drive。咁呢間屋有咩特別咧？佢係大概咧個地咧佔地6700零尺，咁房間嘅數目咧係6間房間同埋5個洗手間嘅。咁啊，而家帶大家睇一睇200萬 budget 可以買咩啦？咁啊行啦！頭先響門口入嚟之後咧，有一個通往 garage 嘅位置啦，旁邊咧有一個獨立嘅洗衣房，大到好似間房咁，仲有一個書房咧，一個 double high ceiling 嘅客廳，大到可以擺鋼琴、三角琴都冇問題嘅。咁然後旁邊就係客飯廳嘅位置啦。仲有另外一間客房係附有洗手間嘅。咁老人家咧就喺度住就十分之一流啦。然之後咧有一個 powder room 喺我哋左手邊。powder room 旁邊咧就係一個開放式設計嘅客廳啦，自己平時食飯嘅飯廳咧，同埋西廚，咁啊喺度開 party 啊等等，係十分之一流嘅。咁西廚嘅旁邊仲特別附有一道門可以開關嘅中廚啦。咁大家平時煮餸啊，喺度譬如炒菜啊，啲油煙就唔會周圍走啦。咁大家跟我哋上2樓睇一睇啊！咁喺2樓樓梯嘅梯間有一個窗戶啦，咁採光咧會比較明亮少少嘅。喺2樓係一個4房3廁嘅設計。我哋首先睇一睇主人房。大家睇到主人房咧係擺完一張 king size 床之後咧，仲有足夠空間擺2個床頭櫃啦，同埋一啲擺設，再加上呢個一張單人梳化都仲有位嘅。咁同埋主人廁所咧係一個淋浴同埋有浴缸設計啦。一個好大嘅 walk-in closet。咁呢一間咧，其實屬於呢間屋入邊嘅比較細嘅房間。雖然話比較細，但係擺咗張 queen size 床咧，都綽綽有餘嘅，亦都帶有一個浴室嘅。咁亦都係呢間屋嘅佈局十分之理想嘅，因為另外2間房咧，大家睇到係同主人房分隔得比較遠少少嘅。咁呢2個房間咧就共用一個洗手間嘅。咁雖然係咁啦，但係房間嘅空間咧亦都係十分之充足。
咁大家頭先睇完呢間屋嘅入邊啦，200零萬係咪你嘅心水之選呢？同埋我哋順便不得不提到咧，呢間屋另外一個特別之處咧，就係我後面咧，你睇下坐喺度屋企 backyard 好似個公園咁，咁係咪好舒服呢？咁如果大家對呢間屋有咩疑問或者想知多啲資料咧，歡迎大家同我哋聯絡嘅。咁下一間我哋就會睇300萬以上，繼續留意我哋嘅 channel 啦。拜拜。